藍天計劃係華潤農地喺2024年7月啟動嘅人才培育項目。我哋喺2024年7月同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合作推出咗2班物業管理實務專業文憑課程。課程由公司全力資助，目的係全面提升員工專業技能，同埋為員工職業發展鋪路。截至而家，參加 T2 包班嘅人數超過80人。首期課程已經圓滿結束，不如一齊聽下學員記親身感受。大家好，我係嚟自星哲物管嘅鍾婷婷，多謝公司俾我參與藍天計劃 T2 培訓，學習財務、法律、客服等專業知識，大幅提升咗我嘅物業管理能力同行業認知。大家好，我係嚟自華潤物管嘅黎尚成。藍天計劃 T2 培訓課程唔單止令我累積知識，更提升咗專業能力，拓展思維，並明確咗我未來嘅工作方向。大家好，我係嚟自領先物管嘅林欣欣。藍天計劃 T2 培訓嘅機會，令我哋透過講師指導、案例實作，同同事交流，提升專業能力。呢啲收穫將令我哋有更出色嘅工作表現。喺4月30號呢一日，藍天計劃嘅第一期 T3 班同埋第3期嘅 T2 班正式開班，並舉行咗開班儀式。藍天計劃 T2 班第3期嘅開課日期係6月23號。今次我哋將會同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合作舉辦物業及設施管理專業文憑課程。課程係屬於資歷架構第4級，亦係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指明學歷，可以用作申請物業管理人第2級牌照。完成課程而且符合資格，仲可以申請成為 CIH 嘅會員同埋香港地產行政師學會嘅畢業生會員。為咗方便同事上堂，我哋特別同院校協商，將上堂地點安排喺太子區，逢星期1、3夜晚上堂。總之，呢個課程唔單止可以學到知識，仲可以幫大家喺物業管理行業度有更好嘅發展。唔好再諗，快啲報名參加第3期 T2 班，延續你哋嘅精彩學習旅程啦！